继续关心3号风台扫过了后，吞打南台湾。疾管署昨昏就公布，咱国内新增加2例类鼻子的案例，拢是伫高雄，其中有一个断医无到1礼拜就过往。因为今年本土类鼻子个案已经有98例，其中有18例死亡，这是23年来降低的新高。 3号风台过了后，各增加2例本土类鼻子病例，拢位伫高雄市，其中一个70多岁男性有水温棉促死，目前由安尼断医治疗。另外一个80多岁男性长期下床，初期因为发烧等症状断医采检，断医无到1礼拜，就因为肺炎甲自身慢性病不治死亡。因为个案徛家附近有饮水，怀疑是透过空气刺激性感染类鼻子，这也是3号风台过了后头一个类鼻子死亡个案。 从他的这个病况的表现是有这个双侧的肺炎，所以他这个透过吸入而感染到类鼻区的这个可能性还是最高。 另外，天气渐渐转凉，肠仔病毒疫情煞反上升悬。顶礼拜国内肠仔病毒就医达到1.6万外人次，是5年降期上悬。一礼拜全台因为肠仔病毒停课达到331班，是今年下半年上济，其中幼儿园就有217班。特别注意的是，9月以来，肠仔病毒客刷期的类型占比快速增加，已经跳到第2名。除了吹来破，也可能出现大量水泡、整个肋气等脱角症，提醒家长注意。 主要是因为肠病毒感染之后影响到小朋友的指甲的生长，所以可能会导致后续这个指甲的生长不一，而导致这个指甲容易会有断裂或者有裂痕的状况出现。另外，疾管署也宣布，在月初起，公费流感甲新冠疫苗开放第2阶段对象注射50岁以上成人，会当注流感疫苗；6个月以上是会当注新冠疫苗。疾管署提醒，最近出国，若是爱细致天高节，也爱避免感染酷酷病。台南另已增加一个酷狂病境外移入病例，这也是台南第2例酷狂病境外确诊个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